打個電話同你老公講，老公我愛你，我先唔買嘅喎，咁啊，好唔好啊？一個籌啊，我教你唱歌，教我唱歌啊，你要唱出嚟，我先唔買嘅喎，咁啊，好唔好啊？我唔識唱喎，點樣開摩托？點樣開摩托啊？未見過豬喺度食豬肉太多。揸車的感覺，兒童拍拖啊，一樣咁傻。十字路口交警一個，作住冇戴帽嗰個。全冇戴帽嘅個，係冇戴帽肯定要捉噶啦，係嘛？來，這個是你的啊，這個多少開？5開啊，裝起來哈。這個是什麼？雞骨炒，鷄骨炒，雞骨炒啊，龜骨炒。龜骨炒啊，多少錢一啃呢賣2蚊，哇，這個你自己執的？自己種嘅，那你自己曬乾了是吧？係啊，自己曬乾的那個比烘乾的好啊，因為為什麼？烘乾的那種的那個老濕的比較快，這個曬慢慢曬乾好啊。這個要5蚊一包啊！我要問下先吓，問下先吓。這個阿婆可以啊，渴望的眼神啊。這個時候阿婆打電話，於是邊個俾電話你啊？我老公，太好啦！你打個電話俾你老公講，老公我愛你。做咩啊？唔係你老公嚟㗎？係喎，70幾哦。你70幾唔講，幾時講啊？嚟，喳冧。老公，我笑死我，老公，我愛你，我笑死我，老公，喂，哎呦我的媽！收咗線啦係嘛？喂，結婚了幾十年都沒講過老公我愛你，今天第一次講我愛你的大老公。你數一下這裡有多少包？加加埋埋一共就101蚊。啱唔啱數啊？你唔會呃我嘅，睇人唔好睇表面。唔會呃我自己鬧天婆噶嘛。會噶喎，上次有個阿婆啊，嗰個阿婆俾我呃到佢傾家蕩產啊，陰公。我一唔會嘅，你啲後生仔唔會呃鬧人嘅。你就以為一發啦，日發。誒，啱數啦 ，OK，搞掂。你同佢結婚結咗咁多次，唔係你同佢結婚結咗咁多年，一次都冇講過啊？冇講笑嘅，我哋幾個孫仔啊？4個係嘛？平平安安，快高長大。哦，多謝多謝。啊，唔使客氣。